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飛仔哥粵語 show。今日換翻個 Beyond 嘅髮型啊，希望大家中意。最近好多人傾偈都會話，而家有啲翻到改革開放前嘅感覺，然後好多人呢就會好抗拒呢種傾向，因為會聯想起動亂啦、民不聊生呢，好似成為咗呢種未來傾向嘅替代詞。但係只要問下過去嘅老人，特別係南方嘅老人，對毛時期根本就冇話食唔飽冇飯食嘅情況，甚至死人都好少聽到，除非你係地庫反壞右啦，可能感覺會差啲嘅。就算係地庫反壞右嘅後代，好似我阿爸嗰種南方人，雖然解放後到文革會辛苦啲，但係仲係有機會通過努力成為一個成功人士嘅。喺改革開放前都唔阻礙佢哋嘅成功。嗰個時代嘅好處就係公平啦，冇人會驚打仗、驚負資產、驚破產，冇呢樣嗰樣嘅焦慮。雖然辛苦啲，但係食得安樂、瞓得好。當然啦，窮就係唯一一樣唔好嘅地方。但係清朝啲人民唔窮咩？而家我哋啲打工仔唔窮唔辛苦咩？一樣嘅啫。而家呢個時代，窮仲要冇尊嚴，簡直同大清一樣。所以改革開放前，窮得仲有尊嚴噃，係咪返去嗰陣時更加好啊？當然唔係啦，我哋應該換個角度去睇，我哋應該睇到中國有個地方嘅人民一直保持小康，完全同全國人民唔一樣，係邊度啊？就係廣東。我哋從民國開始，人民就已經站起來啦，達到咗小康水平。就算窮啲，我哋都可以保持相對貧富差距唔算大，窮人富人都能夠互相體諒、互相尊重，都活得好有尊嚴。當然有例外啦嚇，拆遷補償補唔夠嘅係會有意見，但係只要你積極反映問題呢，唔放棄，貧窮問題都係會得到解決嘅，唔會俾和諧。呢個就係廣東呢個地方嘅神奇魔力啦。